車公靈籤24，我們一句又一句來解讀吧。生前不作虧心事。生前2020年的疫情事件，當年的經濟境況就和現在差不多，雖然起因不同，但過程相若。不作虧心事，當年虧心事就只有當事人才知，但虧損事大家有目共睹。但願虧心事和虧損事都不要再做，只為貪心惹是非。社會經歷過的貪心惹是非事件都不算少了，已成國際笑柄，我也不想在此列舉。最可憐的是，全世界的騙子都覺得這片地方大有作為，若得貴人相勉力，貴人者官祿也，這個貴人應該就在身邊。可惜的是，這個貴人因不知什麼原因而不願相助。要清楚，是不願，而不是被阻。這個貴人定必看見了什麼才警覺不願出手相助。奉勸大家不要自認是貴人，莫較枉費用心機。如果真的希望這個貴人出手相助，最好還是不要耍手段。有機心的話，貴人是會察覺出來的。最好還是做應該做的事，否則越做越錯，越沒得救。總結：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，醒腳木斷，水滴石穿。今日果，當天種。若然不報，時辰未到。籤文所示，今天弄得如此田地，一切都盡在心中。不應該做的都已做過，明知是錯的，就請不要再做了。大家回頭看一看吧，做過的都已留痕跡，逃不掉的啦。幸好的是，生前是指以前做了的事，已做到沒得改的餘地。貴人是有的，只是躲了起來，還是有得救。各位，如果你能看出是時辰到，我恭喜你，因為這場災難對你來說只是一個教訓。如果看不出或不承認是時辰到，我祝你好運，因為這場災難對你來說是一場劫禍。最後能引來騙子，還是啟發了貴人，這就要看看大家的一場造化。溫馨提示：別人所說的都是意見，決定要由自己掌握。